我到高雄一李小姐参加一间出名旅行社6天5暝日本东北旅游团，准备坐飞行机要去东京。伊一个到机场的时，发觉讲伊是上早到，领队煞无早伊的护照，害伊无法度上飞行机。旅行社是叫伊隔天天坐飞机过去稍等，佮退伊2000块。也毋过李小姐伊无法度接受，决定要求旅行社爱退钱互伊。你要坐捷运吗？拖行李表真无奈，李小姐本来要带团去日本，不过也未算到，就直接放冻落来。因为登机进前才发现旅行社无查到伊的护照，互伊无法度出国。他们没有发护照给我，我一直在等我的护照。我说我没有拿到护照，他说你等等，已经有人回公司去拿了。旅行社带团出国，上重要的护照煞无查到，互伊含飞行机都无法度去哩。伊的护照到底伫倒位？导游就说，他也是没有联络到那个人，然后后来可能那个对方又打电话来说，因为太早了，公司没办法进去，所以就等他们上班开门了，然后再处理我的事。领队讲护照放伫高雄的公司无摕到，班机预计早起7点起飞。李小姐等足久的，一直到大家登机进前，拢也未摕到。旅行社的疏忽，互伊气甲伫网络骂。伊报名的是日本东北6天5暝旅行团，有洗温泉、坐船、甲坐小火车的行程，要4万外块。尾啊，旅行社的业务本来希望伊会当改坐过长工的班机过去，再佮派人带去甲其他的团员会合。不过因为干那愿意退因2000块，互李小姐无法度接受，尾啊决定要去啊，要求旅行社退钱。那我在机场等的时间其实等很久，也没有人来跟我联络。现在就直接我就是要取消了，我就不要了，因为是你们帮我放鸽子的。出游碰到这种事情，我们公司内部是需要做检讨。后来协调就是我们依照定型化契约全额退费，然后再做补偿。随望业者会按照契约的规定，帮助旅客退钱，予伊补偿。不过因为因的疏忽，已经互李小姐气甲鬼八道火啊！记者综合报道。